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流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阿姐啊，咱即摆阿母脚受伤吼，阮是负责甲顾较好哦。啊，你若要甲带倒转去哦，咱千拜托万拜托的，你著甲阿母顾好势，唔通阿母吼死磕才搁气家去。对啦，准义啊，你若说咧讲伊哦，你也莫无欢喜啦。啊，阿母是讲假的无唔对啦，但是哦，你莫一定放下西尾啊，互我咧替你蒸七家汤，你家己咪靠杂杂的。 我知影啦，我会听你的话，阿母爱好好甲照顾，吼，阮来去，阿叔，阮来去。来走。阿妈、姨姐，再见。好。好好，你要创啥？爸妈，姨姐即摆遮尔落魄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啊？嘿，该做你来啊！嘿哦，伊最有应得。 咱囡仔人鱼无嘴，免管那济啦。你若阿妈会放紧去心情拼拼，我明仔载买消毒水通啊消毒。到你边度？我来困啊。哎呦，咱今日是安怎？反常哦，啊，我去算两场。但拍迄麻将，迄算文缴啦，要赢袂好个，要输袂散啦。啊，搁有你这个小查某当边哦，啊一支枪射射念哦，你会跋得袂起，我袂爽啦，爱知无？你若知哦，改革上好。过来，我你也崩溃啊！哼！阿母走，翁改嫁，阿金破阁无代志平安，到即摆我就清醒嘛。唉，公囝的，到即摆是伫倒位啊？老爷啊，我有找相命先的，甲咱准义啊，经日子甲拆8字啦。啊，相命先的讲，咱准义啊，命底就是有这个下啊。啊，若要娶阿美入门，都要甲你做义工一工，这个下才会化掉啦。啊，准义啊，甲阿美啊，两个本来就无想讲要请人客，啊，相命先讲安尼也好啦。 啊，我心肝想讲，安尼也较袂互讲闲仔话啊。老爷啊，啊你着保庇准义啊，即摆娶某，即个会当化掉哦。准义啊，啊当日子紧好啊，你紧摕去甲阿碧来因大兄甲阿碧来通知一下，吼。阿丽，来。 阿母有话要甲你讲。爸爸，
我若突然间感觉阮人真忝，若讲我真是有劫数，我敢闪袂过。阿丽啊，今仔日恁二兄的代志拢办好势啊，厝内剩你尔，啊你拍算要安怎？阿母，你帮我较清心的好无？莫烦恼我啦。我哪会袂烦恼？我干那你一个查某囝啊，到即摆还袂嫁，你讲啊，你到底拍算安怎？阿母，你是想要讲啥？你讲啊。安尼，你一个水水查某囡仔人，也毋是溪骹半袖，也毋是嫁袂出去啊。你来家里有某的，咱总是较私密啦。阿母，那你较看你顶蛇，风拍甲乌青地地倒转来。你讲，你老实甲妈妈讲，你即阵是为什么代志倒转来？讲啊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阿母，即摆我是真正咧想厝，真正咧想你，我才会转来。那真是安尼是上好啦。我是惊讲你，阿母，我讲的是真实的啦，莫阁烦恼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伫我对恁了啦，真正无法度的啦。奇怪呢，以前恁老爸咧做对面，恁大兄啊，就挑故意选工要入厝。即摆要带阮阿妹来过门啦，就敬恁老爸做起一工。我拜托你一下好无？恁敢袂当提早一工慢一工，一定爱做起一工。出目睭哦，敢看到恁了甲一口罩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啦。你去问阿美啦啦，明天吼是阿美来要嫁恁，也毋是我要嫁恁啦啦。啥物拢毋免讲啊！拄则你甲阮阿兄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虽然阿母伊有较袂信，但过伊嘛是拢为我设想，伊才安尼做决定的。虽然是袂信，也不过，卡做安尼做，来当互阿母安心。就照伊的意思，我无意见。你才对我一步，我知影，我知我安尼做，你一定受真大的委屈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我即摆啥物要求拢无，也毋过你爱答应我，不管10年、20年。也是等到你头毛喙笑白，等咱较有能力时，才来补办一摆较热烈的婚礼，互我做一摆上水的新娘，好无？咱小姐问一下使，阮是要穿红还是要穿乌的啊？也袂晓凊彩清清的，也若无哦，总炸去啦。小等，当你无要讲做去，你是要倒？无啦，恁先去啊，我等才去，我有代志，我出来者。你啥吧？妈，今仔阿公做去，伊一个要娶某，
啊，咱到底要穿对一输啦。啊，管他伊啊！恁老爸讲的凊彩清啦。阿母，哈，安尼好，安尼好啊！来，阿俊伊啊，紧带阿妹入去休困。阿嫂，歹势啦，我想讲阿爸最近较要紧啊，我毋才穿乌衫来。阿妹啊，你毋通后悔想，我无歹意哦。阿嫂，你哪来是来做糟蹋人，你知无？那你讲什么话？当生目睭毋捌看过目睭啦。我讲捌听过人讲，这要老爸做机后生带我是共一工，较无人甲我讲啥要哪穿，我较会知咧。啊，你好啊好啊，无紧无气啦，随人注意啦，随着伊爱穿什么啦。对啦对啦，啊，今仔情形较特殊啦，无紧无气啦。母啊，暗着刷入去紧拜阿爸。啊，你年华咧？伊哦，哎呦，风少，车某袂叮当，诚正常啦。啊，新妇无转来，啊，后生呢？恁翁呢？去倒位啊？我较会知，伊咧讲伊较慢才要来啊，我也知即摆人伫倒位。开水合出，我是大兄，就爱做主。啊，正应该伊出面的时阵，伊才毋来。啊，你敢毋做大兄的责任？那伊无即无灵，也毋是今仔日才知的啊。姚大妹，姚大妹，今天咱输袂少的款啊，啊？手气无好啦，输掉啦。我跟你输偌多？无偌济啦，拢总啊，150万啦。哎，这哪有可能？啊，我买这破鞋包尔，你哪有可能输到150万？姚大妹，你是头壳博到忘记哦，哎，做的本票啊，拢是你签过名，转过手印，吼，你嘛较巴结咧。无啦，这本票这……好啦，我讲，无安尼哦，这150万哦，我等下传传的过两天再算啦，吼。哎，小等小等，姚大妹，你可能毋捌报过这规矩哦，所以这规矩啊，你较毋捌。阮遮啊，明仔载无一定同意。阮的规矩就是啊，今仔日会笑，暗时啊清。阴暗8点哈，我准时去恁兜收钱，你先等伊准备去。无啦，我靠，这歹势吼，我内面佫要无伊，就安尼。行，我靠，你啊你们。安尼我唔去有正气。做物件今仔，莫个想我做，先等下厝里撞我卖。这查某真好惨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规家迄
遐人要甲我作对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一人对阮大家，我无咧闹气啦。喙翘我怪时掉几斤猪来啊？敢讲连你要甲我作对？无啦，唔敢。唔敢，唔敢你叫你啥物名称？妈，你也肯好喙甲人讲话哦，人才袂含你作对。大人的代志哦，有真侪是你袂当理解的啦。啊，无你想较简单。我已经20岁安尼，你搁将我当做囡仔，当作我啥物拢唔捌。有影是大汉啊，是讲你还袂嫁人哦，永远就是囡仔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后摆我会较站实的啦。只要别人莫来骗我，我就袂甲人歹面相看啊。妈，弟弟毋是讲伊要出去外口打拼，你也加做寡善事，伊一定哦会平安转来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讲金宝啊走出去，是我较早做歹代志的报应咯？妈，你搁误会我讲的啊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是哦，有当时我咧想讲，金宝走出去，无定着真正是我的报应。好啦，你的话哦，我听有入去啦。啊，妈妈哦，后摆再同我改啦，吼。你听是不是？一定是爸爸转来。哼！我今日伫旧厝吼，互伊来甲我嫁，拢是你老爸来，我要找算小命。妈，你去哦，我向爸爸还家啦。好啦好啦。可是安尼。来，摕互我。摕啥？寄金铺甲伊啦啦。你摕价金铺甲伊那是要创啥？我要咱领钱啦，紧摕互我啦。当后尾领钱体管机便便啦，哪叫叫要去死收呐？你莫当我啰嗦阮，摕来啦。要领偌济啦150啦。15000。150啦，150万，甲我听清楚啦。你讲啥？150万？你要证明，你要讲我清楚，你领这钱要创啥？我要今仔向人娇笑啦，人下用8点就要来收啦，摕互我啦。骗笑！你讲拍麻将，拍袂赢嘛输袂散，当你有可能保险耍这钱？哇，你说。啊，我知影，是不是这阵我心情无好，所以我无插你，你去找咱别人红的，走，你找人做呀！你想啥无啊？你白时就出我好呆什么地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紧摕我，摕。好，我小找一个啦，你先等下等啦，找到我是摕互你。上个是卖我骗啦，我等人家等你。我知身躯边，你若无你跳摕去，话说我。爸，啉茶啦。哦。对，你个，你叫你老母要紧的。哦，好啦。哎，阿玲啊，哎，阿玲啊，玉姐，你，哦，玉姐，你能再还你张外母命？玉姐。米拉，我唔知要甲你讲啥才好咧。你啥物都唔免讲，甲你做伙遮尔侪年，我了解你的个性，我嘛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一定会当，互我甲巴肚内这囡仔过好日子，你家己嘛要有信心。
我家己伫咧想，想讲我前世人哦，毋知做偌一好代志，这世人哦才会当嫁伊做人啊无。是啊，俊义啊，阿母啦。阿母啊，阿母，哈，俊义啊，你出去一下，阿母有话要甲阿妹来讲。哈，阿母啊，阿妹人哦，即摆有心啊啦，啊你哦限制真侪代志哦，叫伊讲袂用咧做，伊为着要你放心哦，拢照你的意思做呢。我想讲，阿母，你莫安尼迷信遐尔啊多啦。哎呦，当你查甫囡仔是知影什么啦？好啦，你先出去，吼，你先出去。来，阿妹姐姐，阿母啊，你莫听俊义咧后面讲啊。俊义啊，交代安尼嘛是对。阿妹姐，哇，这吼，啊收起来，哈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，我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